带去读唐诗。第一大书鸟伯牙，作者宋时文，用月南回雁，团文气楚海。我行思未雨，何日复归来？感情调错落，灵魂想不开。明朝梦乡处，应见龙头门。简介：作者是初唐年代甲新传奇评价济区出名的大诗人。当时呢，并称为之新宋。尽管伊做人处事留下真侪争议性，不过呢，咱欣赏的是伊的诗作，人品怎样呢？就留青史来明鉴。唐中宗时代西元707年，伊被贬封到当时的万丰阿州，就即简单合谱来为之重视。翻山涉水，才到大珠岭。岭顶呢有足侪梅花，所以被称为是梅岭。自古以来，被视为是南北的分界线。流放到这个所在，非常神奇，思想犹有自然而生，脱口而出，用月南回雁，团文气楚海。我行思未雨，何日复归来？农历的10月，伫古早时代拢称作用月。风闻雁鸟南飞呢，飞到这个所在位置呢，马上再回头来登去北平。伊讲我不如雁鸟，也在翻山越岭秋风我的壮丽志向。什么时阵才能够再倒转来到大珠岭，重登家乡，甲亲人来团聚呢？用人不如雁对比的手法，倾吐内心深处的哀怨甲痛苦的情绪。人甲雁鸟来相比，我再倒转来眼前的事物，感情调错落，灵魂想不开。黄昏来临，江水退流，四周显得格外平静。连想到江水到平静之时，为啥家己的心跳起伏，却是无法度一刻来安宁呢？我再看起前面林间瘴气缭绕，一片的迷茫，甚至个难以来分辨南北。正如此去，吉凶未卜，秋上加秋。最后的尾联呢？明朝梦乡处，应见龙头门。咱大家明仔载爬上岭顶，虽然无到我哋见到了家乡的路径，四周呢也当看到顶红的梅花。我只希望夹起梅花，倒转安武家人。不过这是异想天开，绝不可能啊！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